市站的人遮多，我嘛会晓。啊，伟伟，你伫遮啊？哎呦，你哪会来？细规日拢找无你的人，无啦，我要甲你问详细啦。嘿，是安怎你这吼跑去了后吼，遮侪人甲你起赞，啊，我的跑去拢无人甲我插，啊，佫足垃圾的呢。哎，你唔通来笑出来啦！食的物件毋是干那好食尔，迄看起来嘛爱水。啊，食的物件食去巴肚，要爱水创啥？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等下带你伫迄遮踅一轮吼，你就知影啦。干嘛呢？好啊，行。无你带我去找看卖啊。对啊。啊，食着一般的水果干啊，是安怎？就普通的啊。我甲你讲，你斟足看啦，这每一道拢有因家己的美感。是吗？你看，参像这道都看起来特别无共款，有无？看起来就想要买的啦。对哦。我感觉这摆起来哦，一定有头家伊家己的一寡美感伫咧内底。对，好食款，好食款哦。甲你问看卖啊。哦，好啊。头家，老早，歹势，甲你借问一下吼。我看你遮安尼水果啊，摆起来看起来足特别的呢。啊，人拢安尼规塔是用同款的落去摆，亲像这安尼规片拢苹果。啊，你遮有的是气泡啦，啊有的柑仔啊，安尼拢无啥同款，是安怎爱安尼摆啊？像你这种全部同款的物件，你摆起来你分袂使大细，所以你要有这边这种安尼像弄式安尼啊大细粒摆起来。南做伙你弄色安尼看起来，你才会看出大小。亲像头家讲的弄色，就应该是这道理啦。就是阮拄仔讲的这青色的叶啊，甲这个柑仔的。咱即摆底色啊，叫用青色的，你用一个柑仔色的，安尼看起来，你就会看起来柑仔色较明显。真的。啊，你的大细看起来嘛较方便。对。会感觉足想要买。真的，看起来都足好食，喙拢会流出来啊。对啦。头家，我阁有发现哦，其实你这电火哦，嘛甲其他单啊拢无啥同款的。灯光大部分就是为了讲咱咧配原本水果的底色，啊，你红光大部分拢是宝石，无就是点色。对哦。啊，车灯是有当时啊为了伊的反光性吼，你看起来较无明显。咱白光看起来暗暗，你看袂出伊原本啥物色，你知？对。还补一寡蓝灯或者车灯。对啦，你看边仔迄领果就是同款啊，拢红色的啊。对。但是迄吼顶甲拍落了吼，迄色就较艳啦。对。啊，不过伊这全部吼，你同一色的物件摆做伙哦，有一个缺点，你会感觉讲看袂出大细。啊，我咧摆起来一个好处是讲，你大细看无要紧，咱来摕起，你个人摕甲面头前安尼闭者，你看会出大细。真的。而且你头拄仔摕这个关度就拄啊好吼。就免讲像亲像我180公分，我就袂讲安尼摕歹摕。就你这关度是有设计过的。对啊，而这方式拢是为了咱家己方便摕啦，所以才是讲咱咧腰部部分的高度开始摆起来。放会好放啦，啊人起来紧嘛好紧。对啊。嘛一届摕较济嘛。对。好，安尼我知影，多谢你咧。喂，歹势甲你讲了。菜啦，你不是上爱食迄生菜沙拉？对啊，而且哦，这摆起来足真济，足清气的呢。看起来足好食的。头家你好。头家，你遮吼的菜摆甲拢足真济，足好看的呢，看起来嘛足好食款的哦。我的菜本来就足好食。哦。啊，因为我比较敢若讲小农配合的时阵啊，阮的本来就有特色。因为我看迄一般的菜单啊，拢是迄菜拢爱塌去安尼，啊无亲像你安尼是一拿摆好真济呢。对啊。啊，先是，唔知我点是讲伊的菜真正足水，
真正最好食款。真的咧，啊！而且我有发现哦，你这菜是不是拢有特别整理过？因为我看这菜即马在顶悬啊，拢搁有迄水珠啊，吼，看起来都足安尼青硬硬安尼咧。本来菜的品质本来就足好，山地的应该是拢进口的哦。有咱台湾种的，哦，南投山顶、清境，还有翠峰，哦，啊，咱华人只要有一步是也没咱种。所以就是用台湾的，所以你这名嘛是互了较本土就对啦。我看遐搁有一位叫做文官的，这是恁某的名吧？是啦，无可能用阮某嘛，无用你朋友，咱是以英文翻中文。是啦，而且这我摕起来的时阵，我可能滴水呢。比如你即马挂到的菜安尼哦，你到12点挂到的菜嘛是安尼。一般来讲，我会教人家就是讲，哦，这张菜，咱的厨房的纸巾、厨房的纸巾呢，一张包一张，啊包的时候，咱的塑胶袋、塑胶袋也好，是，啊是讲咱的有餐盒，咱有餐盒的时候啊，就是餐盒下加纸巾铺一张搭，袂使澹的哦，搭，过来铺好阵菜才开始个摆好，顶头搁摆张搭，一张搭，啊挂才扛起来。咱的菜一礼拜绝对无代志，因为你这菜本来就是水，有水啊有水，你即摆是了，你迄个纸巾的是了搭属于的水，因为你嘛你这菜冰箱会，你的水分会好体味，但是这张纸巾就是要保护伊菜袂水分袂叫体味。这真原理就是哎，这头家的美感呢？对啊，这真正青的菜吼，看起来遮水，味觉是足多的啦。所以啊，你有发现一个无？伊一定是少爱真多的，对哦，摆个安尼。强迫症啊。我算少高边的。高边好啦，安尼头家为小洗一个吼。谢谢谢谢。就想要买呢。大家就水，迄叶啊拢为头前安尼扛对无？看起来就足水的。喂喂，我看你洗啊嘛足忝的啊吼。我即摆吼来去带你去附近哦，一间最好食的路边摊啊哦。我甲你讲，好食甲吼，你学了会答字了吼，你这手机啊，你嘛会袂记你甲翕相。哈哈，是哦。有够好食的好食啦，我带你来去。哇。来，喂，看过来，哎，带你来看这上澎湃的好食的台湾的料理，哦，看卖啊！伊这规个好料的拢直接安尼摆出来哦。是啊。鱼丸、刷锅鱼头、碗粿、肉粽、大肠，啊连炒米粉、肉羹拢有。好，这底卡就直接安尼摆出来哦。对啊，你看。好啦，看起来是敢若真好食啦，毋过。啊，什么啊？毋过，翕相。哎呦，什么咧翕相？我甲你讲，这好食的物件就是要直接用食的，袂使用翕的啦。对啊，你讲哦，这就无亲像你迄餐厅讲一定要装潢甲足水的啊，还是讲吼爱摆甲足水啊，免，这就是上直接的，好无？好啦，脚本生意。对啊，头家娘哦，今日嘛足水的哦。杜妈妈，我先来坐哈。好，你要坐。来，你坐。好。来，你坐遮。我甲你讲哦，这间哦真正介好食。好了。澎湃吼，来，微微。来。哎呦，杜妈妈，啊，鱼丸汤嘛好啊哈。哇，尽量吃。够澎湃啦，杜妈妈。多谢。我想要甲你问一下，这安尼这侪项，每一项拢无共款，啊，这拢你一个人做？我一个人做。哇。我的厨房很方便。真的哦。我有5个炉啊，啊一摆煮起来就5项，细汉哦趁散食啦，啊都拢做惯势啊。哦。啊，你透早几点起来传2点啊。2点。2点伊拢还袂困呢。对诶，毋是我拢还袂醒。
会使时啊，到2点起来，啊，到做到下晡1点半，啊，摸差不多2点半。逐工心力拢足好诶，但是虽然讲吼还，可以啦，因为老人家做传统的。虽然讲澎湃吼，这菜色足美丽，啊头家娘嘛足美丽，吼，你看哦，逐工摄刀甲安尼，哎，真的啊，哦，爱做生意爱较精济啦。拄妈妈，恁人客搁来啊，无你心无闲啦，无要紧。啊，谢，感谢。哦，阮来好好享受一下。其实我安尼看过去啊，我感觉伊吼用甲这拢是足简单的。免讲安尼摆甲足焦足匀的足美丽，其实免。我来试看卖伊。紧食，紧嘞。哦，我看这面哦，就感觉安尼足好食。所以讲吼，若是要食这种好食的食物啦，免去迄种什么装潢足水的啊。哦，这汤足清甜的呢，就敢若阮阿嬷咧做的料理共款。对。我拄好有搁想到，这敢若啥你知影无？啥？迄国宴料理啦，国宴料理进前就是有迄生煎颗蛋佐罗勒叶，就是咱这个传统的这个食物吼，配一个锅，这个名就足好的啊。比如讲这个卤肉饭吼，你有使甲合做碎切猪后腿肉佐陈年卤汁淋饭，高级无？真的就高级对啊嘞。啊，这种鱼丸汤吼，你就会使合做手打鲜鱼浆、金炖猪大骨高汤。哦，真的水啦！啊，然后吼，迄碗用一个金色色的碗，对啊哇，迄介绍都无共款啊。虽然讲吼，咱这个好名这个料理变甲足高级，但是阿嬷的这个手艺，哦，才是真正厉害普罗的。看起来安尼普通，但是有够好食。看起来你真正阿嬷的忠实粉丝哦。啾咪。好啦，既然安尼哦，我带你去找一间，迄真嘛足穿的、足有名的，大家哦拢去遐拍卡的一间餐厅，互你知影一下。真正遮厉害。哎呀，互你去熟悉食一个啦。好啊。这。就伫遮啊。啊？你确定这是食饭的所在？对啊，我特别来遮，我都感觉遮足有气氛的。你看遮啦，敢若是入去迄种古早厝的感觉有无？有哦。这边啊，这拢有装啊饼呢。系啊。而且吼，这泰乳吼大甲安尼，哇！啊，搁有这啦，这椅啊、桌啊，用甲安尼鼓鼓哦。对哦，连涂骹拢是呢。是啊，这较早阮阿嬷因兜就是安尼啊。真正就有感觉的。系啊。但我挡袂掉哦，我来翕相一个好啊。你看，连你拢挡袂掉，想要翕相啊？是无？不了你好。我想讲吼，今日带阮朋友来遮啊，来遮看，想要甲你问讲，是安怎恁个装潢啊，要用安尼吼，就有这种古早味的感觉啊？因为阮头家就足介意台湾这种较古早味的感觉啦。啊，阮的装潢用甲安尼，就是想要互人客感觉讲，毋是来餐厅食饭，因是下班了后，转去阿嬷厝食饭的感觉。真的呢，我一日来吼，看到你真正想到阮阿嬷。啊，毋是啊，我是讲日来了后吼，有感受到阮阿嬷厝的感觉啦。但是你讲啊遮济肉长，我感觉这个食物一定嘛是爱好食，无拢是讲这个空脆薄质啦。好滴哦！阮拢已经传好啊，绝对是互恁学到甲会搭志。来，恁请。好啊，食看卖啊。啊，你看，足济对无？菜色真正不离啊济对哦。啊，而且你看这哦，用啊，足够多对哦啊。够吹来，这互你啉。哎呦，哎，人来就好啊。那会恰好啦。对啊，这是招待的啦。哇，谢谢哦。啊，阮已经有传一寡手路菜，还是恁有特别想要食啥？我一定要食迄东坡吧，我特别来遮的时候，一定拢会点迄都足好食。这是阮的招牌啦。安尼真麻烦你哦。麻烦你，啊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好，多谢多谢。感恩。伯伯，稍等下啦。啊。你看，这杯是你拄啊，互我啉的迄红茶。是啊。杯杯拢是红茶啦，啊，毋过你看，人这杯哦用这无共款的杯啊，啊顶悬啊，搁用一个这薄荷，啊，搁有柠檬，安尼用起来哦，规个这感觉都无共款啊，看起来迄介绍都悬迄几落杯咧。白白拢红茶吼，这看起来足高级的。
真正吼，美丽的使人吼，就想要啉物件，想要食物件的。是不？哇，我真正去互你感动啊呢！是不？熬哦来啦！哦，煎熬，煎熬。哦，别，来啦哇，赞！多谢呢。哦，这拢我特别来的时阵爱食的啦。安尼，我先食这好啊。哇，这鸡肉有入味呢，而且哦食起来咸咸。我这咸蛋拄拄啊好，袂伤咸，啊佫足香的。你看伊这东坡肉是毋是用甲足特别的？对哦，我刚拄啊看，敢若猪血粿呢，结果是东坡吧？因为一般的东坡肉顶是用安尼软软的对无？伊这外口吼是脆脆的，你食看卖啦。嘿嘿。好，安尼我无客气啊。好，咱客气。食看卖啦。话我安尼一食吼，我真正有足感动的，因为这食落了后，毋若是气氛，这物件嘛足好食的。你看阮即马吼，阮坐这个所在，坐喺这个树仔骹吼，涂骹吼，佫有这种活石啊，足有气氛的哦。讲到这，安尼我爱甲你讲歹势啦。啊，是安那啦？我搁咧想讲，今日你带我去杜妈妈遐，遐安尼菜，规看起来伊敢若无讲摆了足水啦，但是我看你嘛食了足欢喜有的。够好食。哎呀，你就莫三八啦，我爱甲你讲歹势啦。想讲你误会啊，叶准讲这菜吼摆甲水水，就敢若无讲介好食，结果食落了哦，我都甜呢。伫遮食饭敢若两种的结合吼，是啊，对吧？水啊，佫有团风，是。袂歹。地这草梨啊，真熟悉哦。哎，对对，我问你哦，什么是水，什么是高尚？水甲高尚，就是你会使伫头前加一寡英文还是法文啊，譬如讲伊咧风势、塞拉维塔、棒球、无去客嘛好。你还佫真敖讲诶，一定爱水啊。拢唔是，呆呆。啊，无什么是水啦。我甲你讲啊，我今日带你去找一个朋友，伊是甲生活啊，佮有大自然当做是伊的老师，也是位生活艺术家。生活艺术家啊，是活艺术啦。伊是一位花艺师，难的哦，伊佮会将个花艺技术夹入去料理内底，会一位大总破西呢。啊，这两种听起来差遮济。而且我看你讲甲喙甲全部，真正有遐咬吗？足聊的啦。啊，无你紧带我去甲伊熟悉一下。对，我行你就知啊。来，树大开啊！啊，进化。看，迄个老师哦，老师你遐进产哦。金鱼老师，哎，老师搞赞。搞炸！你血阳买菜无？我会晓食啦。啊，我会晓啊，你教我就会晓啊。来烤一点。好。好啦，好啦，咱恁两个做伙来办啦。好啦，安尼较紧啦，倒骹手啦。哦，哇，老师你在办啥？我咧办人参胡萝卜啦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菜头遐细粒。对啊，这大粒的不歹食。老啊，这就是咱咧食西餐的心，无足细枝伫边仔做配菜的啊。心妈硬硬哦。是哦。你知影要安怎办无？唔知，我刚刚看你办。你着拣这头较大的有无？扭起来就有啊啦，你看。哦。你看我扭的，逐粒拢也足水的。这张水，这张水。我找看卖。对啊，你着扭头较大粒的就好啊。头较大粒甲扭起来。哎呦，你一个共班3层倒起来，佫无我一支大层，你看。你爱找这大大的啦。哇，差遮济。对啊，你看老师这足溜厉害吼。真的呢，啊你是生活艺术家呢，你哪会遮搞种田啊？啊，我自细汉就是读农校啊，介意种田啊。伫种田的时阵，会晓讲看这的物件有法度，除了食以外，甲变做艺术品。食的摕来看，看的变做一个艺术，安尼伊就无共款的价值啦。
进产甲这个米海在做伙做结合。当然嘛会使啊。啊，你敢知影即摆食什么菜？正月葱、2月牛、3月杏、4月应、5月桴、6月瓜、7月笋、8月乌、9月呢10芹菜、11月蒜、12月大白菜。哎呦，讲互你吧，喙手都好拍干。来啦，咱来办高丽菜啦，等我甲你教啦。哦，你实在真厉害诶，这就啃一个。好，恁即两免甲我捧哦，去叫我捧。我来，拍摄啦。死虾啊薄呀！来哦，我甲你讲，什么高丽菜才有熟啦？无熟你刮起来吼，伤甜就歹食，袂脆脆嫩嫩啦。是哦。对啊。老师，我最好奇的，你是这个美学家啊，但是这种进产的啊，甲美学有啥物关系？啊，你伫种菜的时阵，你了解安怎种，制作安怎才会好食。啊，你若办的时阵要安怎排，要安怎拔，要安怎贴，唔则袂有计效。啊，无你凊彩后白板，无熟的板起来食歹食，你后盖敢有人客？普通人感觉外口这个叶啊就无效，对无？对啊。你办的时阵，就爱伫遮挂起来。啊，咱等下等下切的时阵，就有法度甲这粒高丽菜变甲足水。啊，你若有法度甲这摕来看，装好水水变钱，你买无？买。买。这加是咱的这个。加钱爱钱啦，你甲看，讲到钱，目睭拢变真大蕊啦。这普通唔知影就挂安尼对无？是。啊，咱甲这挂起来，等下等下甲装水水，就有法度洗菜。这放一个碗公落，是毋是洗汤足水的？变碗哦，变碗咧。等下煮饭，你莫贴落垃圾啦，手摕咧。啊，我会讲，这高丽菜圆啊嘛，足好食的哦。这生的圆啊，等下咱顺手甲炒落。迄嘛会使食。你若一个青菜，会晓刮甲袂晓刮，会晓收袂晓收，伊会加足价值咧。真正有差咧。老师自细汉拢是进产起来。爱食好心家己好无？你若无学会晓伫庄骹，你就无法度家己生活甲做好啊。老师，我看前拄啊，甲即马你啥物款菜啊，你拢足熟悉的。你是真细汉的时阵，恁兜是啥物菜拢有种哦？细汉的时阵，算厝里若爱食啥物青菜，时间到爱野啥物菜籽拢一定的。因为咱若唔对时，种起来菜袂好食，啊搁袂水。咱先来学安怎切菜，才知影讲今仔这粒高丽菜安怎变甲足有价值咧。好。煮切菜就会使看了就有价值咧。对啊，切好白。哎呦，开始啊呢。切好白了，伊才有法度徛起来。无，你下骹要先一个盘啊底水，底水的先这叶啊才袂冷去嘛。过来就是中啊，这粒你爱甲切落来，安尼恁看有无？我真正头一摆看人咧切菜呢，亲像我妈妈煮就是边仔这拢甲单调啊。过来换刀啊，咱就是普通拢爱一粒就甲切落，啊其实这就是豆豆啊，这样咧一片一片切落来。啊一片一片。老师，我看你即马安尼咧切菜哦，敢若咧用一个艺术品共款呢。真诶。咱本来就是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讲，你若了解安怎切菜的方式，咱就有法度增加咱的价值。过来就是讲，所有物件毋是干那食落就好啊，精神的生活是真重要。无你安尼切吼，第一菜好洗，第二。这粒心会当个创造伊的价值。咱生活上重要的就是讲，毋是干那食饱，爱互精神的生活提升。过来就是讲，互少年的一代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这个高丽菜无共款的切法，就有法度变盆栽。你古早敢有想到？无啊，伊亲像我就感觉食物件食饱就好，用甲遮水创啥？一定爱遮重要。精神生活真重要。啊，这个高丽菜你若甲放伫碗底的时阵，伊尾也见到日头，伊会反青，就是愈来伫这白色的，愈来愈青，愈来愈青，尾也会变紫色。伊抽台起来了，就开花啊。佫会开花？当然。老师，你是安怎发现这物件？因为细汉你伫田的。食袂起的高丽菜，伊伫田内直直发，尾啊，伊的心会裂开，迄个抽台花就开出来。
所以我去买高丽菜时，我当下就甲试看卖，甲笃笃的，村中一粒心，摕伫个电火球仔下骹照照的。结果又过来翻车，佫会发筋，尾啊当我开花起来。我感觉老师这是真正爱为生活当中去发觉的。当然，老师，我其实足好奇，因为你讲你自细汉是为中华家己进产嘛。对啊，你安尼细汉的时阵，母家有诶，毋是有诶无诶，母家的物件，你较客气，阮母啊拢讲啊，你若妖魔鬼怪想法遐济。对啊。但是生活就是爱去实验，所以我细汉的时足骨力，我家己足爱做。做了后才发现讲啊，其实足侪物件会当搁利用，创造伊的价值，所以咱毋免惊失败嘛。所以咱做一届、做两届、做三届无成功嘛无要紧。你有法度教育囡仔讲做代志，爱有事业精神。第二就是讲，你爱学骨力，你有法度增加你精神的享受，毋是干那讲一粒高丽菜食了就煞去啊，对无？农业是一个足高级的手工定做，会当教育囡仔足有耐性去做代志。无咱即马大家人拢咧看手机啊，像有迄美国时间讲啊，一粒高丽菜要安怎切，对无？安尼真正是，无怪你一定要带我来熟悉这个遮厉害的老师。安尼，阮老师，阮到底是要安怎创这道菜咧？好，咱等下开始来洗材料，就开始来煮了。好啊。紧嘞，老师带咧等啊啦，是啊，带枪啦。我已经带好啊。对啦，带枪带等啊。你洗好啊吼，还经几片啊？等下咱吼，先把这高丽菜，咱小用油甲过者吼。哦。会当甲高丽菜无同款的食法，同款的高丽菜，只要咱煮的时阵吼，小可调整方法，其实咱高丽菜嘛会当食甲足特别的。老师，我看你安尼炒菜吼，嘛敢咧。画图同款的，是安怎安尼啊？因为本来食饭就是一个艺术啦，啊，你好紧放落啊。哦，好来。撇叫，乒乓叫了哦，够水的。哦，水。啊，拢水啦。就足香的吼。是啊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？安尼煸起来。高丽菜的营养唔通煮伤熟啦，所以咱先把这个卵拍好吼，下边啊吼，放一寡落。好。哎呦，还是老师我帮你炒好啊啦。卖来乱，卖来炒就好啊。好啊，我知影为虾米啦，风足透的啦。对啊，因为咱在外口煮。这菜足青，水足多啦。是。咱囡吼，小炒一下就好啊，因为这有过油了，伊的迄个胡萝卜素拢会出来就好啊。甲这卵放落。哦。你若惊哦，够腰的。啊，恁高丽菜好切啦，好切啦，无等你是变怎弄炒？啊是几刀？敢切会行？那是真高水呢。好，咱甲这高丽菜切油了后吼，会当甲这两加银杏加高丽菜吼，加用敢若一蕊敢若花咧安尼。好，咱高丽菜放落了后。下一丝仔盐，哇，够香啊！你安尼就变着香味啊吼。哇，发豆呀！哦，水，迄色真正有水。对啊，安尼看这银杏甲高丽菜是毋是完全无同款？是。啊，过来咱即马等这卵吼，迄边煎好，甲这卵好啊，放在遮。哦。对哦，老师讲要用这做碗。来，手走。好。安尼吼，你看啦。哎呦，够香啊！有够水的呢，真正变一蕊花呢。咱吼，毋是干那芳甲水尔。会使恁去买的银杏吼，其实普通人若咧煮饭的时，这拢安尼切掉无爱对无？嘿。啊，其实你甲看，咱摕来快滴，安尼滴搁真卫生，搁袂放伫桌顶，搁袂垃圾，搁真卫生。恁去买的花吼，你看哦，这个高丽菜吼，看起来是毋是
拢青青尔。对啊啊，你下口有一个盘啊，咱甲用一空插落，好食着水。安尼你甲看，菜甲火色就合做伙啊。它拄啊咱这高丽菜用安尼了后，你是毋是甲这银银吼，甲这两高丽菜，甲放咧遮，安尼有看足优秀的无？对啊，你甲看，安尼这是毋是敢若艺术品的？所以虽然是足普通的菜，啊，毋过伫厝你嘛会当甲摆甲足水的。是，你甲看，嘿，安尼食高丽菜，有够好食。我看你食，感觉真正超好食。我一直咧偷看老师哦，我感觉老师规个人看起来都是足有气质的啦。对啊，从一开始，咱一开始煸菜对，加切菜，từ头到尾就是摆一个水、缺色、加鲜哦。精神真重要，毋是干那食饱尔。因为自一开始甲老师做伙伫遐煸菜的时阵，我真正无看过有人穿啊安尼啊鸟的，啪哩啪哩，啪哩啪哩咧煸菜。生活吼，敢若咧过艺术共款，所以你今仔日爱甲食的、甲穿的，拢甲斗做伙。所以我挑伫要煮这样菜的时阵，我都会摕这衫来配。安尼是毋是我人甲这菜甲环境都拢斗做伙啊？哦，安尼哦，美感拢是一定伫平常的生活当中，豆豆啊培养。所以你菜市仔买菜的时阵，你就会当甲炒的菜甲食的水果拢想好，甲即礼拜要用的物件甲斗好一个色。啊，你去看你的衫，拄我的衫，吹出来的时阵，你逐工拢会当甲生活过甲足精彩。但是我最好奇的老师，你遮侪创作，你敢会有一天有迄种无灵感的时？袂啊，因为你逐工去外口行的时，你看到无共款的风景，大自然就是咱上好的老师。所以你看花开花谢、开花结果，这过程拢是足好的学习。这就互我想到老师的生活，就敢若是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愈来。当然，因为咱爱自在自由的生活，毋是讲一定爱开足侪钱，才有法度家日子过甲足美丽。只要你用心去体会、去看无共款的物件，一粒高丽菜，嘛有法度互你过无共款的生活。这就是生活的艺术。哇，伟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哈？哦，有够水的，而且吼嘛就有气氛的哦。对啊，你看，这桌顶的蜡烛哦，在这蜡烛光边啊食饭，哇，有够有气氛的呢。但是我最好奇的啊，这蜡烛是安怎做出来的吼？好啊，无等下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看这个蜡烛。你要带我去哦？去倒看这，这水。水吼。我甲你讲，迄蜡烛的工作室都伫遮啦。哪有可能？这是百货公司你看呢。这蜡烛有水无？水是水啊，啥是？这就老师啦。哦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师你好，你好听伟伟讲，嘿讲遮百货公司内底会当直接做蜡烛咯。对啊，这毋是干那会当做蜡烛，你看遮做侪无共款的花样，等下你若要试的时阵，你可会当拣一个会当做你家己的哦。哇，真正真的假的啦？对，无咱即摆就开始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来。好啊开始来看真功夫啊哦，真功夫。好，我摕到恁的蜡烛，因为这蜡烛即马是定的对吧？啊，咱即马就开始来浸蜡，浸蜡等一下浸10几下，互伊有足侪色水，当时佫会当互伊安怎变较软，咱才有通好调起。
十几个，对啊，我看这蜡烛这是烧的吧？对，这差不多80几度，差不多甲咖啡同款的温度啦。阮会看到你的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头一个是安全，第二就是要控制这个温度，啊个你爱的迄个湿水会当现出来。哦，哎呦是啊，我看遮有水，这是对爱，这才是冷水。冷水的目的就是讲，咱等一下浸这个烧腊了吼，浸一个冷水，敢若浸1秒钟，目的就是讲，互伊的表面会当有一个温度的差别，安尼咱后一下才会当结伫顶块。哦，是，安尼知影。所以老师，你要甲我手牵的就对啊。你莫爱着我啊，我结婚啊。哎呀，一定会。你是砧板的你。好来，咱先拣一个头一个恁上介意的色。我拣这葡萄色。好，啊，我感觉色。好，咱头一个浸入去腊内底爱浸40秒哦。 40秒。对，好来，咱即马开始哦。开始啊！哎呦，紧张啦，哦，所以你遮爱用。惊失败的呢。袂，有老师伫咧，都免紧张。每一个色安尼一面拢是放40秒是吧？对无，敢若头一届尔。头一届。嘿，头一届尔。好，来，咱地好清气了，泡水。 1秒尔。 1秒。来，安尼啊，摕较悬的哦。安尼我甲顶悬这个水珠拢甲你切个清气。是。一定要切好清气，无法度成。应该是讲轻轻啊背个调，为什么无吼？恁顶悬有水珠，等下你若搁浸蜡的时阵，顶悬怎有迄个会昏啊，就较袂遮好看安尼。啊，即摆要浸这白色的吼。哦。是安怎浸白色？这毋是我拣的啊。对，其实啊，咱中浸白色的目的就是讲，因为像你即马拣的是葡萄色嘛，你即马若是讲拄开始，你后壁无浸一个白色的时阵，你搁浸其他的色怎白显出来？因为拢去互迄个葡萄色食。过来，你想要什么色呢？我想要粉红的色。好，来，咱来试看卖。这吼较浅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为着要互伊较水，要有较有层次，所以咱来试看卖这好不好？啊，你看哦，会有层次哦。对，咱会当一解做2种色在顶悬哦。你安尼看我这足水啊！敢若西瓜冰呢。等下哦，目睭卖黏哦，你看浸水了会变色。哇，够水啦！真正的呢，真正。好，来，安尼咱过来浸白色。奇怪，看来那好食款好食款呢。做可惜袂当食。哎呦喂啊！其实嘛是无简单的，啊，你咧做这个台湾的工作室的时阵，有拄到啥物困难无？有啊，其实啊，咱拄开始在做这个蜡烛的时阵啊，台湾其实对这种欧洲啊600年来的这种做蜡烛的文化甲传统吼，较无熟悉，啊，所以咱拄开始吼，较麻烦，都爱开较侪时间，吼，甲大家做一个介绍，啊嘛是互大家了解讲，蜡烛毋是干那讲为着偏芳尔，其实啊伊这内底佫有足侪遮一寡文化意涵在内底。你看哦，咱即摆拿伫开工，我甲恁拿浸白色对无吼？来，你看卖。你帮我迄层次用甲足侪呢啦。你安尼规粒有够水的吼。哎呀，看起来有够水的啦。所以随时啊，你拢会当经历上介意的色，啊，咱会当做无共款的遮的组合。所以讲，为什么遮的蜡烛无一支是共款的原因，就伫遮。较早我对蜡烛的想法拢是阮妈妈的拜拜较济。来，过来什么色？但是我无想过使用遮艺术的方式去做。其实啊，伫欧洲的教堂内底啊，其实因遮的贵族拢是用这种蜡烛，伫这个教堂内底去做祈祷的哦。有一个点我足好奇的吼。哎，你讲。我看你这店吼，色足多咯，逐支色拢无共款。对哦。啊，你的配粉的色，敢若这9种尔，敢有法度配甲遮济？对啊，就敢若恁即马伫浸是共款有无哈？5花10色呢。对啊，所以讲无共款的所有的色，其实自头至尾敢若透过这9色，就会当做出来遮济无共款的色。哇！第八，咱2个人的完全拢无共款呢。对啊，而且足好耍的呢，可能足侪赞助的，阮差不多几条。超过15层以上啊！超过15层啊！啊，你敢会好奇讲，等一下测出来什么色？我足好奇，我已经袂记我第1层的是啥物色。啊，即马吼，咱都爱趁伊个小小的时阵，较紧来吸，才会当较紧甲变成一个咱的大只。老师安尼钓好啊，敢若钓猪肉呢。这比钓猪肉较水好不好？对啦。咱即马要开始啊哦。头一个吼，来头前你敢有看到头前有一个小火锅嘛？吼，拄开始呢，我先甲恁做一个清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这会较尖尖有无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先甲切好平，因为这个蜡烛若无平，你就无法度正的。哇，等于讲爱有淡薄温度啦。对，甲油气就款。迄内底就是你每一样你头拄啊浸的色啊，拢伫内底。虽然你已经无背记哩啊，毋过其实伊拢伫这内底哦。足厉害嘞！好来，即马开始哦，示范互恁看吼。来，拄开始呢，咱这个刀啊一定爱先烧滚，差不多为底部起来，差不多3公分的所在，轻轻啦甲留落，爱会记得要足薄的哦。足薄的哦。对，爱只薄。
啊，这好了，要安怎你敢知？啊，用拗的吗？用两支枕头啊，轻啊，甲卷起来。好来，这个互你卷。老师，我有发现哦，亲像你安尼一倒落去的时阵啊，你拢袂丢毒呢？你拢是安尼一遍就安尼落去，啊，若亲像我拄啊头前啊咧用的时阵，我就是会丢毒一个，结果就变做安尼吼，敢若就无讲介水吼。哦，其实这是一般来讲，大家都开始接触拢有这个问题。其实啊，自头这边一定要对家己有信心。我拢无丢毒，我拢切足够的。你看安尼，来，你看我咱准备做蝴蝶结安怎做哈？我准备加真切两片哈，来用你的手哦。哎，记得用钻的，用钻哦，安尼钻180度，来，啊你即马钻倒向下。伊这辣椒安尼看起来足 Q 的呢。对，敢若黏土呢。像黏土同款，原因就是因为咱头拄仔在浸落的时阵，气体在控制伊的温度。来，你看哦，咱即马把这两个甲夹做伙，啊，伊就怎变成蝴蝶结下骹，甲这组合你上介意的蝴蝶结。安尼我用唔对边啊对。不要紧，来，你看我教你安怎做。其实足简单的哦，伊的做法是安尼，为遮吼转伊过来。所以做雕刻蜡烛有一个做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伊有转啊，伊有转，这啊，咱都要互伊安尼圆圆的。哦，圆圆的。对，因为它是编织嘛，安尼看起来才会较水。后一个，你若感觉做歹切的时阵啊，咱刀啊等者就甲小甲烫好较小一寡，对，较迄咯。来，你可以来愈下愈。等者我一个来夹，好，小等完者，好来，你只调稳哦，好，放轻松，好来，调稳哦。哦，安尼，过去要小抱一下哦，哦，来，不要紧，困难，不要紧。其实啦，这代表一项代志，平常时你厝里较少伫甲妈妈斗相共哦。老师，你讲了无唔对，我真正唔是讲足够切菜。好来，试看看哦。安尼切切凹凹的，才变遮水。哦，这安尼拗起来足好耍的呢。老师，我看这个蜡烛啊，其实甲咱一般的蜡烛吼，真正是足无共款的。啊，你一开始咧学的时阵，敢有拄到啥物困难？拄开始上大的困难啊，就是讲，你若去欧洲迄边遐，因为这是因贵族的物件，所以吼，因对推广这个物件吼，较无迄个意愿，所以讲，像足侪老师，亚洲的足侪老师，因去。当初要过遐学的时阵啊，人拢无要教，啊，咱都爱去甲拜托啊，无，咱来去做侪无共款的所在，因为有当时啊吼，遮个老师给甲你讲一部分，啊，遐个老师甲你给咱讲一部分，啊，你转来你再慢慢啊去斟酌，啊，慢慢去思考，啊，慢慢去斗，啊，慢慢去试验，研究对无？对，都爱家己去试验，一步一步去甲豆啊拆开讲是安怎做。对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你若讲真正伫台湾咱遮吼，有机会会当来体验了啊。有机会你搁去欧洲去看这个蜡烛的时阵，你就会晓看讲，哦，原来伊这个风格是安怎，原来伊迄个风格是安怎，你才有搁较会当了解到无共款所在一寡文化。上尾一道啊，哇！水，好来慢慢咯，较慢咯，慢慢啊。其實愈慢吼，你就會使做了愈好。即若先我練習的，我會使做較好。對。所以我逐禮拜我來做3遍。好，我等你來。哇，完成啊啦！对。耶，愛拍真薄。真正足厲害，两位真正足厲害。老師，我知影講吼，其實你有一部足厲害，就是你看阮做出來這蠟燭啊，你會用知影講，阮兩個個性是安怎？所以我講算命咁哪有可能啊？你看得出來我的個性是啊？其實應該安尼講，就是講，咱大家伫選的色，還是講咱伫落刀的時陣啊，厚啊、薄啊，啊你急啊，還是講你慢啊，攏會當看出一個人個性。無可能吧？安尼你先看我的，看我個性。先看你的嘛，好來，以你的個性來看，你看這個蠟燭，大家看這個蠟燭就知影講，你是一個足熱情的人，啊嘛吼，足衝的對吧？哈，足衝的。對啊，做這代志呢，有想法的時陣呢，你就會真正就去試，互你足緊的會當合適到無共款的物件。啊，毋過有一個所在就愛較注意的哦。安怎？講話有當時啊吼，愛較認真的，有當時愛顧慮到別人的感受。啊，老師，你意思是講伊講話傷衝動啊？對，伊無迄個心，啊，毋過有當時啊吼，較有的人吼，聽到伊的話，有當時啊就會較受傷。比如講以你來講，有當時啊呢，你當然你對伊做了解的吼，啊，所以你嘛知影講，因為伊是一個啥物款的人，你對伊的蠟燭就當看得出來。你看吼，伊落刀攏足薄的，所以呢，伊是一個呢足認真的人。
做谨慎的人，啊，伊嘛做知影讲大家身边的人的一寡想法，还是讲感受，所以讲恁两个合作啊，其实做好的一种配合。有当时啊，咱伫头前冲，啊，毋过做侪想法，甲伊讨论了，伊会当互做侪物件变甲更较完美，更较顺势的当完成。真的呢。恭喜你啦，我你照顾。哇，谢谢啦，妹妹。对啊，咱东方甲西方的这蜡烛到底有啥物无共款？其实啦，咱伫东方来讲啊，蜡烛对咱来讲就是一般生活中一定爱有的物件。啊，实际上呢，伫西方来讲嘛是同款的意思哦。其实啦，你若伫欧洲的一寡较老的教堂内底，伫迄个圣坛顶悬，你嘛会看到这种蜡烛。啊，因这种蜡烛吼，一般来讲是啥物时阵伫点，就是讲甲咱同款拜拜的时阵，然后因伫入去教堂的时阵，伊嘛是点这个蜡烛伫祈祷，这是一个祈求啦。啊，第二个是啥呢？结婚的时阵。你结婚的时阵是安尼哦，两支新郎新娘两支小旗的，啊，新妇一支大旗的伫中，啊，伊伫这个宣布两个人结婚的时阵呢，啊，就三个人拢点这个蜡烛起来，啊，就代表讲咱的这个世间，毋是干那讲，互在场的这个亲戚朋友当知影嘛，爱互这个上帝来做见证。啊，过来就是啥，大家朋友之间，啊。把这蜡烛当作是一张批，送互对方。对啊，那参像我这个啊，送互朋友哦，这代表的意义是啥啊？你这个意义是安尼哦。你看头前遮咱有一个蝴蝶结，伊代表是两个人的关系。啊，顶悬这个内底一个箍啊，外口这180度的，这个代表的是迄个回忆甲经历。后壁这啊，咱咧停踏踏对吧？代表就是讲咱经过所有的代志。啊，中空的这代表就是讲，咱嘛学习到足侪物件。180度代表是讲，咱因为安尼有成长甲进步。我感觉咧，我这个真好呢，要送互长辈，也是朋友，也是我的爱人，敢若拢 OK， 拢合理啦，对啊，合理。真好。其实咱足惊甲点起来，无咱莫惊，咱甲点起来。哈，无点你啦。来，你看，这内底已经有火啊，对吧？哇！你看。哇，规支拢会发光有无？透出来呢。嘿，安尼我知影啊，在你伫甲阮讲哦，一层有色，一层用白色的。对哦。安尼迄透出来吼，在有迄无共款的色出来。对哦，其实这个边啊，就敢若像火共款，伊一直拢有变化，所以伊是一个活的蜡烛哦。